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2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2021年9月份恒大暴雷以来，咱们一直在救楼市、救房企，但是房企是越救越难，这个大家都看出来了。难到什么程度？我们接着看。今天4月24号，融创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披露其涉及一起重大诉讼及资产冻结事项。根据公告内容，原告九江银行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起诉了云南实力融创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云南融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6名被告。这个诉讼请求呢是偿还借款本金16.9亿元以及利息、罚息、福利、违约金7.56亿，这一下就25亿出去了。要求云南融创对于相关债务60%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告显示，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出具民事裁决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大理论坛、实力融创、云南融创、实力控股等24.46亿元银行存款或查封同等价值的财产权益。这就是我说的融创，你看境外债重组成功有什么用？它国内这些银行的债务、应付账款、承建商的钱、供应商的钱，它付得清吗？付不清。这25亿被查封了，这是欠银行的钱，这银行动手了。银行动手什么意思啊？不光这一个银行动手，最近很多银行纷纷动手，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风向，这就是加速房企的出清。银行不能忍了，实在忍不了了，没办法再拖了。不光是九江银行，下面这个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知名房企被银行追索80亿元。说粤系房企龙光控股有限公司近期面临来自中信银行的接连追偿。你看，刚才是九江银行，这是中信银行。记者注意到，在1个月内，中信银行以融资合同纠纷为由，2次对龙光控股及其下属公司提起仲裁，合计追索本金80.64亿元。此举使这家正处于债务重组关键期的房企再度引发市场关注。记者查阅公告发现，3月19日，龙光控股首次披露其下属公司因融资合同纠纷被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起仲裁，请求涉及融资项下本金余额36.99亿元以及相关利息、违约金。时隔1月，4月20日，龙光控股再次发布公告称，公司另一家下属公司同样因融资合同纠纷被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提起仲裁。此次仲裁请求涉及的融资本金余额43.65亿元及相应的利息与违约金。这给人感觉，这银行为什么不约而同的最近出手呢？当然也可能是巧合，但是说白了就是银行自从恒大暴雷以后拖了5年，实在是忍不了了，不能再拖了，该出手就要出手了，要不然那坏账怎么整？不良贷款、不良率，这么拖着不是个事，银行扛不住，对吧？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出手。你想，银行现在拿这个韭菜开刀不行，这个韭菜就是买房的、按揭贷款的，这些人多钱少的，每个人就几十万、100万的，让你把人家告了，拍卖的房子法院也不立案，也拍不了，人太多啊。所以韭菜这边不行，那银行扛不住，那不行就搞房企吧，房企欠着钱赶紧还吧。所以接下来是房企渡劫的时候，你就在这种背景下，你想万科它能扛得住吗？对吧？银行都在收缩是吧？都在往回要钱。这还没完，南都湾财社报道说，华发股份上市22年首现亏损，华发股份高管薪酬同比降64%。4月25日，珠海国资委房企华发股份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公司在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834亿元，同比增长39%。然而，与营收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5亿，不过这是负的，也就是亏损95亿，同比骤降1095%，也就是降了11倍。这也是自公司2004年上市以来首次年度亏损。怎么样？华发股份是国企，珠海国资委的，你看
现在唯有央企还能稍微扛得住，对吧？还没有现在出现亏损，国企已经开始亏损了。华发股份以前业绩不错了，对吧？上市20多年了，这是第一次亏损，说明火已经烧到这些优质的国营房企、国有企业。如果韭菜继续不卖房，那么这火就要烧到央企头上，这保利、华润、中海无一幸免。从这些新闻看，这个房企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我们再看这楼市情况，这个小阳春现在也没人提了，连上海的小阳春也提不起精神了，全国其他地方就更别提了。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界面新闻今天上午发的一个报道，叫北京国险府被质疑销售数据注水，什么意思呢？界面新闻报道说，北京不也是小阳春吗？北京报道这个新房销售也是很火，结果记者跑去一看，这最火的一个项目居然销售数据注水，你就知道小阳春这数字有几分靠谱。他是这么说的：4月11日，位于北京丰台河西张国庄的中建方城国险府迎来开盘。当日开发商发布的售罄说，下一座国险府建的销售海报，476套房源，首开净销406套，就是一共476套。当天一开盘就卖掉了406套，仅剩70套，那不接近一天就卖完了吗？你看，这就构成了北京楼市火爆，这一天就卖406套新房，怪不得你看媒体狂吹是吧？结果这个界面新闻跑去调查去了，说几天后，中建方城国险府再公布数据，2020年4月13日到4月19日，中建方城国险府以222套网签套数，2.1万平方米网签面积，9.59亿元网签金额成绩，登顶北京新房市场套数面积金额3冠王，也就是这是这段时间北京卖的最好的项目，一共是222套。这不前面他不是说卖了406套吗？怎么网签只有222套？这个还是北京排第一，说明这数字就有问题了，对不对？但项目热度走高的同时，市场争议随之发酵，舆论评价呈现明显分化。首先被质疑的就是销售数据，官宣热销406套，而截至4月21日下午，也就是2周以后，实际网签仅222套，两者差距显著，也就是差了1倍。界面新闻查询数据显示，截至4月24日下午，中建方城国险府已签约236套房源，已签约面积22327平方米，成交均价约4.55万元每平米，开盘不足半月，网签比例过半。这就是开发商惯用的伎俩，制造火爆场面，感觉你要不买买不到了，对吧？一开盘人头攒动，那都是请来的演员，你一问反正就剩的不多了，就几套，再不买没有了。结果过了半个月再去网上一查，他一共就卖了230套。这230套里面有多少人是着急上当受骗的，受那个气氛感染，再不买来不及了。所以说这个点上买房被套的，未来3年5年在那儿哭诉的，这都是活该，没有办法，这就是认知决定的。你被开发商一忽悠，就着急忙慌的掏钱。北京某央企开发商人士告诉界面新闻，从今年新开盘项目看，400套房源左右认购，半个月签订200多套，属于开盘转签的正常水平。这个楼市小阳春，北京有2座国险府同台竞技。据界面新闻了解，3月29日，位于北京昌平歇甲湾的中建国险府正式开盘。根据项目官宣，首开热销467套，业绩同样亮眼。你说一开就467套卖完了，你说这里面有几分是真的？界面新闻查询该项目网签数据显示，截至4月24日下午，也就是25天以后，他25天前就说卖了467套，25天以后在网上一查，已签约套数324套，网签比例70%，成交均价5.5万元，也就是说这还有30%是水分，这就构成了所谓的小阳春。到3月份的时候一统计，就他这一个项目就卖了467套。实际上我介绍界面新闻这个报道，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这媒体这炒房的这中介一天到晚的小阳春数字多少，有多少是真的。他这么宣传无非就是让你焦虑，让你感觉你不买
不买就来不及了。但是真有人上当，有人拿着钱就进去了，明年就后悔。中国经营报今天有一篇报道，叫中国炒房客加速撤离美国房地产市场。通过经纪人的一线市场观察，我们发现中国买家的置业需求正发生深刻转型，炒房客在美国退场，而战略型与教育刚需型买家正成为主力。亚洲房产科技集团居外联合创始人兼集团董事总经理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中东局势推高了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30年期固定房贷合同利率也因此提高。这一趋势在3月下旬尤为明显。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数据显示，截至3月27日，30年固定期房贷合同利率上升14个基点至 6.57%， 为去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4月以来，该利率有所回落。美国住房金融机构房地美4月23日公布数据显示，30年期固定房贷合同利率已降低至 6.23%。中国炒房客加速撤离美国房地产市场，这是中国经营报报道的。我就想知道啊，加藤老师有没有撤离？加藤老师不就是中国炒房客吗？有没有撤离？加藤老师如果没有撤离，那就说明还没问题。加藤老师这个标志，再看看中国香港的楼市，刚才是美国楼市，中国投资客、炒房客撤离。中国香港楼市不一样了，是炒房客在蜂拥而入。最近关于香港楼市回暖报道特别多。我记得从去年8、9月份开始，咱们节目就一直介绍，但是到了今年4月份，香港楼市还是在涨的。这个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他跑到香港转了一圈，然后得出个结论，他说香港的人气回暖了，他说香港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来港的国外人士明显增多，当地人的信心增强。过去1年，大量优质公司赴港上市，带来了很多科技新贵，加办雨后春笋，中东富豪资金流入香港，有些新加坡的机构现在正整体前往香港，中东战火纷飞。新加坡近期营商环境和监管对外来者不太友好，给香港带来了机遇。说香港的教育、法治、开放等全球领先，对100个多国家免签，金融自由港，港前3大学在全球排名靠前。任泽平说，香港楼市回暖，但房价还是太高。说利率下调、全面撤辣、股市财富效应、推出高财通，这些共同推动楼市回暖。2025年印花税优化，高端物业税率降至 4.25%。2025年私人住宅销售售价指数上涨 3.3%。买家主要是3波人，哪3波呢？前2年吸引的高才优才、科技新贵、中东富豪。他说，任泽平说，看了香港很多新的楼盘有回暖的迹象，但还是有2大问题，也就是说有喜有忧。喜的是香港的楼市有回暖，但是隐忧是什么？2大隐忧。任泽平老师说，一，房价还是太高了，说即使经历了前几年的房价大跌，核心区域的新盘均价仍高达30到40万一平，远高于北上广深。前几年香港房价高点时期冠绝全球，香港家庭平均住宅面积才30到50平，有千尺豪宅的说法。新盘中76平小3居售价2200万，180平洋房售价5000万，你说高不高？如此高的房价严重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导致香港产业空心化，扼杀年轻人的梦想和幸福指数，生活成本太高了，值得深刻反思，做出改变。这个任泽平说的还挺有道理的，也就是你说现在香港房价这么高还要涨，往哪儿涨呢？涨谁来接盘呢？任泽平说，他说前几年国内及时给高房价踩刹车，虽然短期有阵痛，但长期得入高科技发展，提高实体经济竞争力，降低年轻人生活成本，效果明显，千秋大计，利大于弊，要给予历史的正面肯定。这个说实话的，那房价太高，而且房价一旦确定就是预期是稳步上涨，那大家都去买房，肯定是这样子的，资金全部进入房地产，大家一起炒楼。那任泽平的观点就是说，香港的房价还是高了，你就不利于实体经济，就空心化，实体经济在那待不住。第二个，他说香港的城市规划需要改善，他说走在大街上，
住宅和写字楼的密集程度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与内地宽敞大气的建筑对比明显，且楼龄普遍较老，除了中环和维港外，很多老城区有破破烂烂的感觉，甚至不如内地的3、4线城市。这个我想很多去香港玩的朋友恐怕都有这种感觉。确实，那香港它房价贵，它所以说寸土寸金，楼间距一短，那采光就不太好，给人感觉压抑，这很正常，因为它贵。关于香港的房地产，我在以前节目说过好多回，香港楼市为什么涨啊？一个是利率下降，这是原因之一，对吧？这个原因都不是最主要是什么，它是外来的人，对吧？外来的，比如内地的人去买房，这是一个。第二个，这最主要的就是内地的 IPO 好像收紧了，上市难了，导致几百家企业跑到香港上市，这就是任泽平说的科技新贵。你想这些企业跑到香港上市，它有2个作用，一个是这股东啊，好多股东，比如说我是某家公司的技术骨干，我反正得了1000万股，我这公司一到香港一上市，那我怎么办？那我就套现，我这股票一卖了2000万，这2000万是港币啊，那我2000万干啥？我给它挪到国内是吗？肯定不会，那港币就是美金，所以那我要干的肯定，对吧？那存银行嘛，也可能存银行，但是更有可能什么，在香港买了房子，你在香港住，对不对？你有钱，你说你这个钱都是送给你的，这是资本市场送给你的，你没有花钱买，资本市场送给你的钱，说不定你就几千万、上亿的，你一套现，你肯定大部分人闭着眼就买套房，而且还买大房子，也不可能买50平的小房子的，这就是科技新贵。买了房子之后，说不定家里人就搬过去了。这是第一个，这种几百家公司啊，你说能造多少富豪出来？这么多富豪都有在那买房的需要。这是第二个办公。其实所有的上市公司大部分都会在香港搞个写字楼，不是，至少搞个办公室。你别管100平还是200平还是300平，那必须有个办公室。你要跟会计师合作，要跟律师事务所合作，你得跟核数师，那都要，还跟交易所都要打交道，动不动要去，对不对？所以你必须在那一个办公室，那办公室，你想这几百家公司要租办公室，写字楼的租金就上涨。你那员工在那不要租房吗？员工还在那租房，对不对？所以他租金也上去了，这就是吸纳了大量的内地的公司去上市。我觉得这是主要原因。什么中东富豪那都是扯淡的，那都属于那种叫锦上添花。主要是第一个是内地的有钱人，他不是叫优才计划吗？吸引了一批。再是这最主要就是这个上市公司，因为他们一套现，他的钱套出来美金，他是不可能回来的，就在当地买房多好啊，有置业需求。但是这个能坚持多长时间，我觉得打个问号，就后面还有没有这么多上市公司去？完了之后，你前面上市的这些公司可把港股搞得够呛，质量是良莠不齐，现在正在头疼，对吧？现在估计在买单。你看恒生指数好像走的就不咋地，人家好多人都反映是吧？香港科技股里没科技。你都是去割韭菜的，都是去套现的，这种能搞多长时间？所以这个咱们密切关注，我也说不好，说今年就不行了，还是明年就不行了。总之，香港的市场会被玩坏的。你看，今天很多媒体报道，财经他报道说，香港楼市迎来内地扫房客。4月25日，中国香港特区红磡的一高端房地产项目选择在周五进行首轮摇号，如购房者太多。因此引起人龙相呼应，218套住房被一次性全部售光。在近日的当地房地产市场，类似日光盘现象并非孤立。除了微观层面，随着当地一季度房地产相关数据近期陆续发布，香港房地产市场由回暖转向量价齐升的整体趋势明显。其中，内地买家在港常态化购房将带来哪些影响，亦日益受到关注。由于楼市见底信号相对明确，目前不少地区楼价已同比反弹近1成，买家迟买会贵的心理出现，再叠加一客多食，就是一个人买几套大手笔扫楼现象出现，也提前引发了今年香港楼市小阳春。香港新界一地产代理对财经分析，具体情况大家自己去看，因为香港楼市企稳或者是回暖，这个对内地或者对深圳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没有什么决定性影响。如果香港的房价在下跌，那对深圳不是好消息，那深圳呢就很难涨。香港房价涨，那对深圳未必起到什么作用。这就是说这个东西还是要客观的看待。说到深圳，我们看一下深圳也出了一个奇葩的事件，这个事件很有意思啊。这晚上一个截屏，
这个截屏就反映的是深圳的楼市。这个截屏是深圳一个光明的一个项目的业主向有关部门举报谁呢？举报华润不是央企吗？华润相关主体国有资产流失以及润雅园业主代表违规勾结的系列举报信。举报信我就不念了，他讲的是什么事？好像华润相关的一个主体在深圳光明开发的一个项目叫雅园，这个项目恐怕时间比较长。第一批业主买了之后，这个开发商他就降价，不降价你卖不掉，开发商就降价，第一批老业主他就维权，我这房子还没交你就已经降价了，就这个意思。那老业主肯定不干，老业主就选了5名代表还是几名代表，跟当地政府反映情况，当地政府就协调开发商跟5个业主代表还是几个业主代表去谈的结果是什么呢？根据这个举报信说，这几名业主代表的房子给退了，按原价退给他，那不就减少损失了吗？又按最新的价格买更大的房子，你说说这是啥业主代表啊？结果这事情让其他的业主知道了，其他的业主权益得不到保障，你其他的业主退不了，只有这几个业主代表把房子退给开发商，又去买开发商的新的就更便宜的房子，也就是业主代表的权益得到保障了，但是广大业主的权益没有保障，所以他们就举报。你说这说明啥？说明一个深圳房价在下跌，不下跌哪有这事？第二个，即便是央企开发商也很难，你华润这么下去，央企开发商不爆雷，那也是天理难容，这爆雷呢才是符合常情的吧？这是深圳。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经历了这个楼市、牛市和熊市的80后，有的人只经历了熊市，对不对？他是2021年买房的，买在高点，那他经历的就是熊市，那很惨，对不对？有很多人很惨，但是有人买的早，2010年、2015年买的，他你看经历了牛市，后面21年往后经历了熊市，那这些人有没有代表？就是他们怎么样？经历了牛市又经历了熊市的人。所以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他说80后们有多少人在楼市里赚到了钱的？这作者说，他说我从小在北方小村里长大，80年代我小时候的农村虽说是家家都有小房子，紧巴点，好在也就一家几口一起住，穷点，但起码有地方住，也不会几代人挤在一起。他说我记得那个时候村里谁家娶媳妇只要房基本没有问题，哪怕因为盖新房子家里经济拮据，有个新宅子就好找对象，只是一般人哪怕是自建房也是举全家之力多年积蓄，甚至有的家还要因此借钱盖房，所以也很不容易。像我是结婚后跟着老公来城市打拼，一开始都是租房，租最简单的那种类似毛坯差不多的，农村人也不娇气，就是为了图房租便宜。他说就这么直到孩子上幼儿园，因为马上3年后上小学，那时候没有房子我们上不了学，就那个时候政策还不一样，所以我们才开始了解买房子。第一套房子图实惠，我们买了租房的同小区，一样户型，大两房80来平，楼梯房，看中它得房率高，只是毛坯又重新装修。也就是说这一家人他第一套房，因为小孩上学，你看就是刚需，你没房子上不了学，那个时候那他被逼必须买房，这都是被逼的，要不你孩子上不了学，那就回家上学去。说那时候身边好多都在买了又换，我们也是住了5年后置换的目前的家，其实也有点舍不得卖，但是不卖又换不起。你看他就是被事情推着走的，先买了一套，后面要换个大的，你这房子不卖你换不起，卖了还得加点钱。第一套房，他说这套房子当时卖赚了30万，你想你这靠他们打工赚30万挺难的，但是买了第一套房，卖这个房子的时候赚30万，他要换大房子。他说现在那边房子价格又回到了10年前我买的价格，虽然它地段很好，生活氛围很好，地铁商场超市应有尽有，也就是说这个人他买的第一套房现在这个价格又回到了他买的时候那价格了，但是他中间卖掉了，对不对？5年后他把那房子卖掉了，赚了30万。如果不卖拿到现在，那就是不赚不赔。买改善这套是18年，卖第一套买第二套啊是18年。他说当时可没有什么说法，
说这个高层不能买，那个偏远不能买，那时候就觉得哪里再不买就买不起了。毕竟房子一直涨价，比如我们2期就比1期贵，隔壁后开盘的小区就比我们小区贵。那时候房子是靠抢的，我家买的 1.5 万多一平，到2期的时候就变成 1.7 万，等到了我们隔壁小区开盘就变成 2.1 万，也就是你看他买的第2套房价格也是呼呼在涨，他买的时候 1.5 万，2018年。就说看到这样的行情，没买房的哪个不慌呢？房子越来越贵，赚钱的速度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眼看着又要买不起了，都后悔没早买。买过的都说幸好买了。他说那时候我们都活在一种不真实的梦里，仿佛房价肯定就会越来越贵，接下来肯定是 2.5 万，再过几年3万。1.5 万买了，再3万不就翻倍了吗？他说我记得当时还有博主说我们这边经开区过几年就得5、6万一平了，房吹说这个地方以后5、6万一平，你说吧，他 1.5 万买的涨了3倍。那时候这个区的热度特别高，规划也好，很多人都去买。我朋友圈也有几个客户说也买了那边改善置换。他说为啥我没买当红热门区？因为我想要的买不起。说那个时候那边只能买个89平次新2手洋房小3房。想想这边住了这么久，不想折腾，毕竟还有孩子，学籍也要换，况且买这边可以新房面积更大，可以4房双卫。目前回头看，那边的洋房跌的比我这边还稍多点。为什么？不都说洋房保值吗？因为小区体量太大，1、2、3、4期超大盘，每一期户数还很多，卖的业主多，价格就很难顶住。尤其是小面积洋房，刚需嫌贵，改善嫌小，总有撑不住的业主要出掉，那就只能凭买家压价，谁着急谁被动。他说现在我这边最新成交价也已经低于我的购入价，也就是他1万5一平米买的，现在已经比他1万5还要低了。虽然目前没有贷款，但是也还了几年的利息，不用算肯定是不止30万了。什么意思？也就是他买第2套房目前看已经亏掉30万，他第1套房赚30万，第2套房亏30万，那就是他在买房这事上面白忙活了一阵子，不赚也不亏。这个人是2010年买房的，作者说就上一套赚的那一点，这一套又还回去了，还不知道接下来后事如何。如果这房子他手上这套房还跌，那么他在买房这一块，即便他对吧起了个大早，那也是赶了个晚集，也是赔钱。但不过好在什么？好在他没贷款了，反正无所谓。实际上这就是很多买房人的这个宿命。这还不是炒房，你看他根本就不是炒房，他纯粹就是刚需，10几年回到了原点。一来一回10几年时间，房价又回到了原点，好像什么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实际上这是大部分不炒房的人的这个结局都是这样。当然炒房的恐怕现在在天台上站着，随时要跳。连北京的房价现在都已经跌到2015年了，也就是你2015年以后买房的，现在估计都是亏钱。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